大家好，好開心同大家第一次拍片，分享一下我嘅經歷同埋生活。咁樣我叫做 Jacky，咁樣我就係有個叫做大腦麻痹心理學人嘅平台，咁樣定期都會鋪一啲關於心理學同埋或者會結合我嘅個人嘅經歷去做一個分享嘅，係不過過去係多數透過文字嚟做分享，咁樣今日我好想用我把聲音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可能都會講嘢會可能會慢咗少少，但係我都盡力而為，講得幾多就講幾多啦。咁樣今日我好想同分享一下乜嘢叫做大腦麻痹隨動型呢個病，因為呢個病亦都係我所患上就係呢種病。咁樣大腦麻痹係一個大腦喺發育嘅過程裏邊受到一次性嘅損傷，導致身體運動功能出現障礙，而佢呢個病唔係一種傳染病，亦都唔會隨住時間去惡化嘅。咁好似我咁樣，因為我出世嘅過程裏邊，咁樣發生一啲小問題，而導致到我未能及時出到世，喺個阿媽個肚裏邊，咁樣所以導致到我嗰個呼吸可能有啲困難，令到個大腦缺氧，而造成大腦損傷，咁樣就係有咗呢個病啦。咁樣而隨動型係大腦麻痹中嘅其中一種類型。你可以想像一下，大腦係一部電腦嘅處理器，我嘅處理器係發送信號俾啲肌肉時候，即係會混入一啲錯誤嘅因為有部正常嘅大腦就當然係冇問題啊，但係我嘅大腦因為損傷過啦，咁樣所以就會發送一啲
錯誤嘅信息俾啲肌肉，咁樣所以令到我嘅身體會有不自主控制嘅動作係我控制唔到嘅，例如手震啊，係啊嘅情況出現。咁之後我會再講多啲依個病嘅詳細嘅嘢俾大家聽。今次我就講住咁多先。係啊，以上嘅嘢都係就我所知道嘅嘢嚟嘅。